大家好，我是臭梅。大家好，我是巧克力。大家好，我是蚊子。大家好，我容易贵，这个是欢聊礼拜一。社会实验部。来，热烈欢迎好久不见的两位小欧回到我们的小欧事件。这三位先生有事吗？我们在录影呢。大家好，我是臭妹爸爸。大家好，我是巧克力爸爸。大家好，我是蚊子爸爸。哇，三位爸爸今天为什么有来录音现场啊？绑头发。绑头发，哎呦，真给黑夫听见。哎呦！爸爸没有帮我绑过头发，爸爸平常都很晚起，所以不会帮我绑头发。觉得如果爸爸帮我绑头发的话，应该会绑得乱七八糟的，你可能会绑成披头散发的感觉，应该会变成松松乱乱，然后一下子就掉了。可能会变成超级赛亚人。之前爸爸帮我绑头发的时候，我有刘海很长，爸爸就直接帮我绑充电泡，所以我不喜欢的。来谈看啊，有跟阿爸读过跳那么个社会，用来讲咯。我小时候爸爸有帮我绑过头发，但是因为抓得太用力，所以我一直哭。绑得很乱，然后很粗鲁，所以最后还是要长绑，自己绑。每次这样抓起来都很紧，可是绑好之后就松掉，然后就没了。父亲节大挑战小事件簿延续进行有史以来最激烈的竞争，有三组参赛者迎来了现场，准备好起来。今日做薯片的是臭梅爸爸跟臭梅，东方的是巧克力爸爸跟巧克力，最顺那位是蚊子爸爸跟蚊子。来，我先介绍一下今天比赛的规则：3分钟，你们要帮现在有点披头散发的女儿们绑辫子。来，三位小欧害怕吗？要不要讲一下现在的心情？就会觉得很紧张，怎么样？就是因为爸爸之前已经在家里有练习过了，可是还是会觉得说，要是绑不好怎么办？没有关系，不论结果如何，3分钟之后就会揭晓了。那现场我们有请来我们最专业的发型师评定最赞的改组，就带到你现场为你看准备的进球过去的卷发组、高级整发组哦。所以三位爸爸，父亲节礼物就自己挣了，好不好？附加一点，在我们的摇滚区啊，三位妈妈们正焦急的等待着，究竟他们对于爸爸绑头发有什么评语？待会我们再来听一下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，计时开始，3分钟。哒啦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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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干扰大家一下。请问一下，那个臭梅爸爸上一次帮臭梅绑头发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没绑过，从来没绑过。待会第一组我就要看你的样子了啊！来，输的还蛮顺的啊。请问爸爸曾经帮这个巧克力绑过头发吗？曾经。什么时候？上一次绑什么时候？但是都是只有绑马尾而已。那辫子没有。练习的时候绑的成果如何？很糟。很糟。很糟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要上场，已经正式在上场了。尽力而为。尽力而为，好啊，来加油！哎呦，这边进度还蛮快的哈。没有，而且好像不是一般简单的辫子，看起来宝宝好像身手还不错啊。有绑过一。上一次帮蚊子绑头发什么时候？昨天才绑。昨天才绑的。哇，宝宝时间还有不用那么急你限时3分钟，你要1分半就把它绑完了。怎么样？聪明，你现在看的结果还满意吗？我看不到，我就摸的。宝宝绑的怎么样？毛毛的。你平常自己会绑辫子吗？后来我都自己绑。那绑辫子大概花多少时间？应该2分钟。那3分钟的时限算很严苛吗？不算严苛哈。对啊，除非绑高难度的。高难度，爸爸要绑的是高难度。会不会简单？最简单。好，来，爸爸拆掉重来，再来一次，时间要把握哈。巧克力快好了，对不对？哇，还不错哦，感觉起来有像。倒数30秒了，各位参赛的选手们、爸爸们，30秒哦，好不好？最起码要完成哦哈。哇，这个辫子的绑法跟我以往认知的不太一样，不过没关系，待会我们请这个专业的发型师来帮我们断定一下，究竟3位谁的辫子绑的最好。10秒倒数喽，9、8、7、6，务必求完成哦。4、3、2、1，来，时间到。
完成你手上的工作。好，谢谢爸爸，请停手了，谢谢，没有关系，就这样子了，爸爸，就这样子了。好，爸爸硬是抢了5秒钟的时间，来，好，这是怎样？大家先往后转，我们让镜头看一下你们的成果，好不好？臭妹一直在问这是怎样，你都还没有看到，你就说这是怎样了？我摸到了。评审之前，我好奇要听一下妈妈们的这个看法。这算是一个辫子吗？看得出来是一个辫子吗？算了。算是辫子了哈。好，来，巧克力，我先看一下好不好？哎，爸爸很聪明哎，爸爸先把上面的马尾固定，然后再开始绑辫子。巧克力妈妈自己怎么看这个辫子？我们在家有练习啊，然后爸爸大概花了7、8次才能够绑到这种程度，所以第一次这样真的很不错。哦，所以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，自己来最好的一次。哎，我们移驾到这个蚊子吧，我看一下。哇，这有点花式哎。我必须要好奇的问一下，蚊子爸你怎么这么厉害？我也不知道哎。你也不知道？真的不知道。是这样吗？是。我好像有听到工作人员说有人打电话来爆料哎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来，妈妈你怎么看这个？我是爸有请那个阿嬷临时抱佛脚。哦，有请阿嬷临时抱佛脚，我还没有爆料你就先讲了，为什么阿嬷可以知道？阿嬷是那个美发师。哇，难怪啊，遗传到妈妈的好基因啊！来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请我们专业的评审来看一下3位的发型，究竟他认为哪一位是今天的优胜，可以获得我们高级整发组的？来，请问一下，我们专业的发型师已经来，3位请转头，你们回去看，结果公布了，当，我们恭喜蚊子跟蚊子爸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知道自己的头发现在什么样子吗？不知道。来，你讲一下你现在的感觉。蛮有艺术的感觉。你愿意这样子出门吗？可以啊。待会我们录影就这样子一直到结束，你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你决定？哎，不错哎，爸爸。那爸爸，给你自己打个分数。100分啊！100分。有自信的爸爸。来，巧克力，你觉得你的发型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应该还可以。应该还可以。那爸爸你自己给自己打几分？今天表现应该可以有80分。哦，今天表现有80分，对，比以往都还好。对。来，有良好遗传基因的蚊子爸，哎，蚊子先讲。怎么了？你自己的发型，你知道爸爸帮你绑怎么样子吗？它有点像是贝壳型的那一种。我觉得我头发好乱。没。我觉得还好啦，自己这样应该可以，很满意的。很满意，恭喜你，好不好？是今天的优胜。来，观众朋友，今杯父亲节挑战5弹场安用，好了，要 make 太靠入，嚟抢下來佢。看到技术层面的头头那么太靠入，3秒进行的胜利测验，看一下马上属于 you make 来。接下来我们进行的是默契大考验，一开始简单一点，暖身题。对背麻烦。第一个暖身题，请问女儿最讨厌的食物是？妇女都要写哦，你最讨厌的食物。来，请问3对妇女都写好了吗？哎，我隐约看到聪明宝宝还没好是？好了，都好了吗？有没有还没好的？蚊子可以了吗？等一下，请转回来出示你们的答案。来，我们从第1队开始。宝宝知道。宝宝很大声说茄子，聪明小声说我喜欢吃哎。啊，宝宝写的是茄子，聪明说是葱。来，聪明要不要解释一下？我不是汤都给你葱。哦，对，所以宝宝确实是你搞错了。我的葱是配料。好了，最不喜欢的食物在哪里？好，那没关系，这一题暖身而已，暖身哦，不计成绩哦，暖身。巧克力爸爸跟这个，差多了。你有不喜欢吃稀饭吗？没有啊。那你知不知道这个巧克力不喜欢芹菜？不知道。
有没有？今天来录影有收获了吧？学到女儿不喜欢吃芹菜，最不喜欢吃的蚊子爸爸写的是水蜜桃。哇，这是一个蛮特别的答案。为什么你会觉得是水蜜桃？每次切给他吃，好像都摆在旁边，都不想吃这样。哎，你有在观察？没有啊，蚊子喜欢吃水蜜桃吗？我是最喜欢吃水蜜桃。哎，又有爸爸听错，对不起，是我口齿不清啊。我讲的是最不喜欢吃的，就你写到蚊子最喜欢吃的。那蚊子写的是羊肉，爸爸知道蚊子不吃羊肉吗？啊，我不知道。这样前天才是羊肉锅，对不对？好，3位暖身了哈，现在我们正式开始了。来，摆回原本的位置，把这个答案擦掉。准备好了吗？第一题，正式的第一题喽。女儿最受不了爸爸讲什么话？太经典了，父亲节还这样搞爸爸，好不好？最受不了爸爸讲什么话？那如果不幸是那个要上马赛克的，我们会消音，没有关系。爸爸很难下笔，好，聪明吧？哎呀，你看蚊子爸一直在犹豫，到底要不要把那件事讲出来？请转身出示答案。怎么样？从聪明开始。哦，糟糕了，看一下对方的答案。你什么？你看偶像剧。我没有，你哪有？你跟我我来，你告诉我，你最不喜欢爸爸讲的是去补习吧？对啊，可是去补习不是你能选的吧？可以啊。所以你偶尔会不想去补习，但爸爸讲我没有去补习过，哦，所以爸爸会一直要你去补习，威胁我。来，没有爸爸，你上一次威胁他要去补习什么时候？我没有威胁吧？爸爸，你看着我讲话。英文。没有啊。来，你什么时候跟他讲不要看偶像剧？因为他追剧追得太疯了，有妈妈疯吗？差不多。哎，再 Q 一下追剧的妈妈，我问一下妈妈是真的吗？妈妈，你追剧？没有。你看比较凶，还是这个聪妹看比较凶？他会比较凶。所以你觉得不是偶像剧？偶像剧他也跟我一起看啊。哦，爸爸你也看啊？因为被逼的嘛。所以你是宋仲基挂的还是？哎，不是，团结。没有看那部。哦，不是。不是。那不好意思，这2个就没有都上，好不好 OK。我们看巧克力，不认真。我不懂，每次都怎么样？每次都把垃圾塞在后车厢，然后我就说我哪有？有没有？父亲节这个专题不但是爸爸的真心话大考验，女儿也把自己的秘密都讲出来了。爸爸，你说他不认真是什么？就是他有时候，例如说检查作业或是他考试，那有时候我就觉得说，哎，跟他讲说，哎，这个错是他可能有粗心，或者他不认真，那他就会觉得可能，哎，这个并不是他真的不认真所造成的。对。那你可以对每次都这件事回应一下吗？这个其实也可能也是我常常会讲，但是可能不是那么经意，可能就心里面不自觉的就讲出来这些话，已经内化在你的这个思考里。是。哎，你每次都怎么？你每次都这样。好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一题你也算没有得分，好不好？哎呦，不错嘛，头发绑得那么好，也这么了解女儿啊。所以怎么样？爸爸多久要讲一次？几点了还不睡觉？一天2次。没错。对，一天2次，对。所以为什么一天要讲2次？都是晚上那一次，还是睡午觉也要骂？不是，都晚上都不睡了，太晚睡了。啊，爸爸，你觉得蚊子这个年纪的小孩，就国中生，应该几点要睡觉？10点。哇哦，蚊子都几点睡觉？哦，不要讲，等一下，不能讲。哎，我会帮你上马赛克。蚊子都几点睡觉？你知道吗？你确定你知道他几点睡觉吗？知道啊，平常，大概12点至1点左右。那我好奇哦，因为这个问题只有你们2个是有默契答对的。你对于你们2个对这件事有共识，你有没有什么想法？你觉得以后要好少讲一点，你这么不喜欢听，还是至少我跟我女儿是有默契？我希望让她尽量改进啊，不希望再让她太晚睡觉。蚊子呢？你自己怎么看？我觉得这就是口头禅啊，就是他只有这句话可以讲吗？所以其实你已经也没皮条，也不会反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其实就当耳边风。最后一题喽，请问2位爸爸们有没有信心啊？好，准备好了啊！上一次女儿哭是因为什么事情？
你有发现女儿哭吗？有没有？我们从浅入深，从吃的到女儿伤心落泪，不见得伤心，可能喜极而泣。女儿哭是因为什么事情？上一次，不会这么巧，有人昨天又哭过吧？啊，又有这一种。好，来，我们请转身，然后出示你的答案。没有哭过。哎呀！什么时候跟妈妈吵架？好久以前吧。我有吗？有啊，每天都会有。是哦。你上次躲房间哭啊，你忘了？哪有？都没有。讲一个确切的日期，会不会反而比他那个更接近现在？期末考前吧，5、6月的时候啊，你躲到房间哭，我去找你的。哇。对啊。那个之后你吵架？有吗？来，我们求证一下现场的妈妈。臭妹是对的哦，所以学业是比较后面的。对。那吵架那次有哭吗？当然哭。还是哭，对不对？只是爸爸不知道后来这件事情，原来后来还有在哭。对。OK。这个算误解他，然后被妈妈骂，教我作业不耐烦。是我不耐烦，不是他不耐烦。那你讲的误解他是你自己还是妈妈？是我误解他。什么时候的事情？2个礼拜前吧。啊哈。对，把他骂哭了。他有一点点伤心的跑去哭了，但是我后来有跟他道歉，是我误解他。对。跟女儿道歉难不难？其实我觉得不难，但是就是说，可能有时候会碍于一个心里面的一个自尊心啊，或是怎么样的一个作祟。对。爸爸那时候的道歉，你有接受吗？有啊。你感受到爸爸道歉的诚意吗？虽然你们答案没有一致，但我觉得这个经验很值得我们观众一起来分享。谢谢你们，来。哎呀，头发绑得那么好，对不对？前面这么了解女儿，结果却说女儿都没有哭。来，夏令营发生什么事情？就是我们是队服的夏令营，之后要分开，然后有办一个晚会，然后就是大家一起传那个蜡烛，所以就要分开，就很不舍，就哭了。所以你讲的很不舍，但我要很冷血的跟你讲，爸爸又没去夏令营，他哪会知道你在那里哭啊？是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，爸爸？我是因为我跟你都是爸爸，我才这样讲。是因为我没看过。所以，对，我要问你的是，你从来没有看过蚊子哭啊？有啦，但是没有。你印象中最接近的一次，你不能写没有哭啊，那个我不相信，怎么可能没有哭？我女儿早上才哭啊。应该在哪里啊？真的想不太清楚了。蚊子，你告诉爸爸。对。就是被你骂哭的。被我骂过的。什么时候的事情？那时候呢？几个月前吧。什么事？要讲吗？要讲啊！我请你来干嘛？就是很小。这更要讲，我最喜欢听这种芝麻蒜皮的事把人骂哭的了。那种垃圾在地上，然后不收，或者是吃完东西不收，然后说可不可以收一下？然后我就说等一下，说快收，现在收，然后说等一下，然后他就说你给我快点哦，然后他就拿那个棍子他会这样在空中这样甩，对，甩，然后就甩那个声音给他们有一点吓唬的那种感觉，但不是真的要打他们，没有要打，只是说那种。我要讲一句话哈，就是说今天3队虽然都没有说什么都打对，但我必须要很公正的讲，并不是这样子就不代表你不了解女儿。我相信你对于女儿的了解有很多的面向，而且经过这样子的互动，你们一定彼此都有收获。比方说，我觉得巧克力的例子也就跟女儿道歉，也是我们所有当爸爸的人都很有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。难得父亲节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礼物，希望你们会珍惜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今日父亲节大挑战先進行到2篇，你製作團隊和當局安排咗秘密行動，係乜嘅咧？強來看。加兩日是父親節，現場嘅3個每日都父親節，當局寫了這封信呢，我本寄給爸爸。首先，我們請這個臭妹，請問一下哈，這封信，爸爸你覺得要臭妹念，還是要你自己念？我不要念。为什么？我不要念，你念啊。我念。好，爸爸念哈，来，你把它打开来。很厚实的一封信哦。不要骂我。
我看着爸爸一下好了。啊，这一就好了。啊，亲爱的爸爸，跟你相处13年多了，我一直是一个可爱的女儿。嘿嘿，其实我觉得越大跟你的话越少，可能觉得有些尴尬吧。在这里我要说一件事，我觉得你有时候太常生气，然后我都不知道你在气什么。其实我一直都认为你是一个很棒的爸爸，很多我不会或我遇到的瓶颈，都会帮助我。虽然过程中总是会东抱怨西抱怨的，但最后都会帮我处理完成。真的感谢您。下次生气的时候，深呼吸再吐气，就会好多。我爱你。对，谢谢。不客气。爸爸有什么要跟臭梅说的吗？一直以来哈，我觉得我们家是一个比较民主一点啊，那所以我一直跟他讲，就是只有这个，加油。对，确实是看到爸爸的民主，臭梅才可以这么自在的把你自己想对爸爸的话说出来。接着，巧克力，亲爱的爸比，因为父亲节就要到了，所以我写了这封信给你。首先，感谢你对我的包容，每次在我做错事时都会原谅我，妈妈骂我时也会和我站在同一个阵线。接着，我要感谢你永远都可以当我的大玩伴，陪我一起玩，一起捣蛋，一起想鬼点子，让我拥有快乐的回忆。最后，我要感谢你对我一直以来的疼爱，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小孩。爸比，我爱你，巧克力上。你有没有跟女儿说什么？谢谢你，谢谢。这个很花俏的，我们就请现场有一位叫 Jason 的吗？我们请女儿们写信，结果你看这个文字还做了一个这个东西。来 ，Jason， 谢谢，麻烦你了哈。好，谢谢。爸爸，虽然您的嘴巴上总是在训练我，但始终出于一个管教的心。虽然您有时候心情会起伏不定，但我们都知道您的辛苦。虽然有时候我引发您的爆点，但您总是没有隔夜仇，很快地就恢复原本的欢乐气氛。谢谢您，您是我们家的壮硕的大树，夏天时给予我们遮阴，冬天时让我们有安全感。最后还是告诉您，为了您的健康，一定要多多去运动才行。祝您父亲节快乐，新闻敬上。爸爸有没有跟文字说什么？希望他能够在这个课业上能够好好的加油努力。说感性的话，什么课业上努力？希望他加油好了，就这样。我相信所有的爸爸都一样，包括我在内，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加油。优秀，在下禮拜節目內容，希望因為好看愛你為你當公安排嘅父親節特別嘅內容，對你一位祝福所有嘅爸爸父親節快樂。下週禮拜六下午7點半，我哋記得準時收聽社會事件簿。谢谢爸爸，每到放假就带我上山下海，然后每次开车都不嫌累。那我觉得现在生活很快乐，很满足，全部都要谢谢您。谢谢爸爸，每次我想要吃一些零食，您都会买给我吃。爸，虽然你不会帮我绑头发，可是还是谢谢你每天那么努力赚钱，辛苦的养我们，让我们有很好的生活环境。对啊，真的很辛苦，每天要早出晚归，很谢谢他们这么用心。但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并不是就是真的想惹他生气，然后希望他能理解。希望可以他能够健健康康的、平平安安的，一直陪伴我们。